我若是会晓飞。自细汉，我就是一个对任何代志拢做好行的囡仔，常常问为虾米，是安怎会安尼？看到鸟仔咧飞，就问阿母，是安怎鸟仔会晓飞？阿母讲，因为鸟仔有翅骨啊。我真欢喜，甲阿母讲，你看，我嘛有翅骨，安尼我嘛会当飞啊。阿母哪笑哪讲，戆囡仔，你迄是手，人袂晓飞啦。哈，我足失望，心内想，我若是会晓飞，毋知会有偌尔啊好咧。我若是会晓飞，就会当用飞去上课，若食早顿，若欣赏四界的风景，甲粉鸟比看觅，是谁飞较紧？偷偷啊捡迄只乌狗的尾溜，互伊气甲毛冲冲冲，阁掠袂着我。哼！谁叫伊拢对我遐歹，定定对我哭哭吠。啊！时间要袂赴啊！袂要紧，用飞免等车仔顶加足紧的，阁会使直接飞入去教室，袂互徛伫校门口的老师抓着我迟到，实在有够赞啦！我足介意拍篮球，问题是，我无够悬，阁伤瘦，定抢袂着球。毋过，我若是会晓飞，要抢球就加足简单啊！而且阁会当飞起来，直接甲球大力放入去球篮内，就像迄出日本漫画《灌篮高手》内底迄个红头带的天才共款，遐尔啊水开。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，四周围拢是海，无甲别个国家相连。若是要出国佚佗，就一定爱坐飞轮机也是船，迄票拢足贵。我若是会晓飞，毋但会当甲这个钱省起来，阁会当为无共款的角度看这个世界，开阔家己的眼界。唯一的问题是，可能会互人当作是要来攻击的新型战斗机，也是食人的怪物。若是安尼就惨啊！因一定会派军机甲我拍落来。毋知恁敢有听过鸟人比赛？这个比赛上早是为英国开始举办，后来传去世界各国。参赛者爱使家己做的会当飞的物件，毋过袂当用引擎，也是靠其他的机械动力。原本是要比看谁飞了较远，发展到呾渐渐变成趣味好耍为主。台湾伫2012年嘛有举办过，参赛的队伍毋但队名奇怪，装塔嘛真特别，有鸟仔、飞轮机、猪仔，连卫生棉造型的都有。毋管是倒一种，拢是想要完成人类的梦想，就是会晓飞。希望这个梦想未来会当实现。若是要实现这个愿望，咱就爱认真打拼，做研究。毋过我伤笨拙，无遐骨力，这来互别人去做就好。若是会当成功，迄时的演讲题目就会为我若是会晓飞，该做我要飞去倒位佚佗。到时我才过来甲大家